关心咱乡亲关心的民生的消息，有乡亲伫这个面册伫网络顶面写文章讲啊，伊讲伊去屏东县东港镇一间便当店买烧肉，单点1份60块，拍开一看，内面干那4块肉，讲这有真正是有够贵。实际去问头家，头家就甲讲，即马3层一斤要180块，成本比较较悬，是讲伊的肉是真高真实在。若是消费者感觉伤贵，会当买其他物件。 拄煎好的脆皮烧肉，食落烤，互人是看到嘴软插体。便当到中昼食饭时间，真侪民众就会来买便当，不过都民众伫咧便册顶铺文。民众伫咧便当这间便当店开60块单点脆皮烧肉，拍开抓肉啊，敢若4块肉，哎呦喂，乃这么贵！ 4片这样子，平常就是这个份，正常就是这个份。实际买1份，拍开抓肉啊内底4个底脆皮烧肉，分量无算多，不过业者强调因兜的肉较大底。那个分量可能比较少一点，但是那个厚度啦。业者讲，即摆万头物件拢伫咧起3层肉，成本较悬，人客单点对店家来讲较袂好。 你说叉烧那个3层肉，一斤就是180，但是你可以不要点那个布，你不要单点叉烧，你可以单点别的啊。我单点我本来就是划不来，合理。要价标准很清楚啦。现在物价很高啊。别个消费者是讲，即摆有影真侪物件弄起价，店家便当介绍也会当接受。业者讲，袂因为安尼调整介绍，建议消费者若是感觉脆皮烧肉单点的介绍真贵，会当改点别项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